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灵。灵本来是分辟灵魂的意思，像咱讲招灵。另外鬼神灵界嘛叫做灵，像讲神灵、显灵。另外神主牌啊，灵位人讲是安灵、徛灵。啊，若是反应真紧、真有效，咱讲真灵。就会当讲是药啊真灵、符啊真灵。另外嘛，当讲是一个人的反应真紧。古早有一句话讲：青梅精下高灵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看到读做灵感，会当讲是咧思考创造的时，向强有真特别的想法，或者是特殊的感情，嘛会当讲是一款的感觉，也有一款的预感。第二个词咱读做灵社，互人认为讲是神明，或者是祖公啊有灵社、有灵验，有求必应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有拜有保庇，伊认为讲神明有灵感，只是买这间厝。落尾手真是大趁钱，互伊更加相信讲神明有灵社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灵，提供互大家参考。